几档哦，一款的治疗糖尿病药啊，嘛互用来减重。最近有药厂佮发现讲，同类型的减肥药啊，对降低心脏病也是预防中风死亡的风险，嘛有袂歹的效果。丹麦药厂罗河路着生产的素素碱就签达是用来治疗第二型糖尿病的 GLP-1 药物，因为减肥的效果明显，互叫做减重新药，也因为卖甲真好，互罗河路着2024年7月捌达到6500亿美金，成做欧洲上价大企业。也毋过，因为美国里来生产的同类型减肥药物免健路曾经对肝造成罗河路德的成长变慢，八月初也宣布冻结非关键性人士以下减成本，也造成台北政府下修2025年的经济成长预测。也毋过，罗河路德也展现企图心，继续以新研究成果保持伫糖尿病甲减肥双效药物市场中的龙头地位。这项伫西班牙欧洲心脏病学会年会上发表的研究显示，针对过重也是大考有心血管疾病，也毋过无着糖尿病21000多名患者的实际临床使用结果比较，伫连续使用30日的情况之下，比里来的免健路加同款药物 Zepbound 罗河路德2.4毫克剂量的就签达，会当互心脏病发作、中风也是死亡的风险降低57%。另外，无论治疗敢是有中断，比起里来同类药物使用就签达，心脏疾病风险甲任何关键造成的死亡率有望降低29%。研究也显示，两间药厂生产的减肥药物，重大心脏不良事件发生率其实拢偏低，低过0.4%。也毋过研究人员表示，这类研究方式无法度像随机临床试验共款证明因果关系，而且这项研究也因为追踪时间伤短，来限制研究结果。罗河路德新生产的高剂量口服版就签达，临床晚期试验显示会当帮助超重也是大口大人减掉15%的体重，有希望伫年底通过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审查，敢会当高创市场的销售量有待观察。公司新闻刘淑芬编译。